表可以。对，不要动了。荷花跑道上现在进行的是大队接力男子组第2组。那几百公尺啊？安尼有200公尺，到200公尺哦。到100了，100到比较降。哦，要点棒了。哦，我要对了。好，现在领先的是石美实业。高18，加油！高手的厉害。目前领先的是统一企业。到那，到后，一连了差足多啊。好，现在领先的呢是统一实业，占领第2的是统一企业，选手加油！这里团队精神。竞争相当的激烈，统一实业。哎呦，妈个！加油！足球的足把手力。你拄着迄个，安尼，你拄着迄个。目前领先的依然是统。这个 TV 啊。我们把手力，这找我我们把手。TV 我一样。强力摩擦。好，现在领先的是统一实业，占据第2的是统一实业。占据第3的是永兴公司，加油！那这位挺好的，加油！最后一棒了啊，加油！我这里心都变得都差了。上来啊！加油！糟糕，欠。选手加油！没照一点，没照一点，那吃不得关。吃糟糕又筋了。有够，你砍一两种用咧，遮死咧你照一点，吃不得关，咁出关。